南投中寮有一位青年农民，10年前回到家乡，接手着厝内底果园种蜜柑。伊延续着阿公的精神，佮努力转型，种出着高品质的蜜柑，摕到评鉴的冠军。坚持等到蜜柑风味上好食的时阵，才开始来办。这是中寮乡青农吴玉金的关照，伊结合自身所学的专业知识，和时大人的种植经验，让柑仔种起来较袂逼。就没有刻意的把那个树矮化哈。第一个，它产量会高，土壤的干湿不会太明显的话，它就比较容易不容易裂果。连两年伫咧珍珠柑评鉴摕到第1名吴玉金，用心投入栽培和管理，目前蜜柑的年产量差不多1万袋斤。他就是说，认为阿公的这个田荒废了，很可惜，所以他就想说，把它继续的经营下去。吴玉金规划未来扩大经营，会继续种好食蜜柑，因为口感真赞，过年买来送人嘛真好看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